大家好，我係數字政策辦公室嘅助理數字專員Brian。今日咧非常之榮幸咧出席由香港特區政府同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嘅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正如咧我哋嘅數字政策專員咧喺開幕詞入邊咧強調，香港特區政府咧係一直高度重視人口老化嘅挑戰，同埋致力透過樂齡科技推動智慧老齡化同埋包容性嘅創新，以提升長者同埋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嘅生活質素。喺呢個數字化嘅時代咧，科技唔單止係一個工具，更加係連接社會同埋市民嘅橋樑。今日咧，我好高興能夠同大家分享一下特區政府點樣透過智方便呢個平台，係為長者同埋其他有需要嘅人士咧，係提供一啲咧更加便捷嘅數字服務。同時咧，我亦都會咧向在座社福界嘅朋友介紹點樣利用智方便，俾受眾咧可以安全方便咧咁樣去享用更多嘅網上社福服務，合力咧造福社會嘅。首先咧，我想咧為大家介紹下智方便。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咧係一個由政府提供嘅一站式個人化嘅數字服務平台，俾市民咧可以透過智能手機輕鬆登入同埋咧使用各種網上嘅服務。無論係申請政府嘅服務啦、繳交帳單啦，或者係管理個人資料咧，智方便咧都可以令到一切係更加方便快捷。所有11歲或以上嘅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咧，都可以登記智方便嘅。而年滿11歲但係未夠18歲人士咧，就必須要喺父母或者係監護人同意之下咧，先可以登記。通過一啲咧身份嘅認證啦，同埋簡單嘅流程啦，就可以咧進行登記㗎啦。近日咧，智方便嘅登記用戶嘅人數咧，已經係突破咗370萬。呢個咧唔單止係體現到咧市民對智方便嘅認可啦，更加係顯示出咧香港市民喺使用網上服務已經係非常之普及㗎啦。目前咧，透過智方便，市民可以輕鬆使用咧超過1300項網上嘅服務同埋電子表格，係涵蓋咗咧生活嘅方方面面嘅。例如係政府方面啦，咁咧就包括係報稅啊、登入呢個康體通租場啊、續領車牌啊、申請唔同嘅政府津貼啊、遞交咧幼稚園嘅入學申請等等啦。喺商業服務方面咧，就包括咗係銀行開戶啊、電話卡嘅實名登記啦、購買保險啊、登入兩電一戶嘅帳號等等。喺跨境服務方面咧，我哋咧亦都可以用呢個智方便去綁定廣東省統一身份認證平台嘅帳戶，登入使用咧廣東省政務服務網同埋粵省市 I 深圳呢啲流動應用程式，係進一步咧係推動大灣區嘅數字融合，便利咧身處喺廣東省生活嘅香港市民。除咗係智方便咧係提供咧更多嘅網上服務啦，我哋亦都係不斷咧去優化智方便嘅用戶體驗，令到佢更加貼心易用，符合咧唔同人士嘅需要。例如喺智方便咧有個簡易嘅模式，就係專為長者咧同埋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去設計呢個功能嘅。簡易模式嘅設計理念咧係為有需要嘅人士咧係提供更加友善嘅使用體驗啦。入邊咧係有好多項咧呢個貼心嘅設計。首先咧，佢係用作比較大嘅字體啦，等用戶瀏覽嘅時候咧就係更加舒適嘅。咁其次咧係佢嘅配色嘅對比度係比較高嘅，咁睇起上嚟就更加清晰啦。此外咧，所有可以點擊嘅掣同埋連結咧都係放大咗嘅，係方便操作。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做已儲存同埋最近使用嘅服務列表啦，亦都擺咗喺一啲咧比較當眼嘅地方，咁方便咧使用者咧係快速咁轉取嘅。啟用呢個咧簡易模式嘅步驟亦都係非常簡單，係首先進入去設定，然後咧點選咧切換至呢個簡易模式咧就可以㗎啦。咁另外咧，智方便針對長者咧係有啲獨特嘅需求咧，係進行咗一系列嘅特別嘅設計嘅。咁包括咧係我哋係採用咗統一嘅導航機制啦，係確保長者能夠輕鬆咧
係跟上咗呢個操作嘅步驟，更容易咧去揾到佢哋需要嘅服務，用更加容易使用嘅。咁第二咧就係用戶嘅界面咧係經過特別嘅簡化，係採用咗呢個扁平化嘅設計，等個畫面睇起上嚟咧係更加乾淨、更加容易讀嘅，咁令到長者咧就可以更加容易理解同使用啦。咁第三咧就係文字同按鈕之間咧，佢個間距咧係都優化咗嘅。咁睇起上嚟咧就會更加容易睇。咁二來咧，亦都係冇咁容易咧係撳錯掣。咁咧確保咧用戶嘅操作咧係更加流暢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用咗咧呢個簡單易懂嘅互動設計咧，係更加適合長者去使用嘅。最後咧，我哋係考慮到部分嘅長者咧，可能對打字咧係會覺得係困難嘅。咁我哋都加入咗一個語音輸入嘅功能咧，俾我哋可以透過語音嘅指令咧嚟進行一啲搜索嘅功能咁樣。咁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設計咧係能夠大大咁樣幫助到長者去使用到智方便啦，等佢哋咧感受到科技帶來嘅便利，等佢哋唔需要出門口就能夠咧喺網上咧辦理生活所需嘅事務。咁另外咧喺智方便嘅第一版嘅專題服務咧，其實我哋都係加入咗一個叫長者資訊嘅主題嘅，精選咗一系列咧同長者生活息息相關嘅熱門服務啦，例如係申請長者卡啊、查詢醫療券嘅餘額啊、登記社會保障啊、長者安居樂計劃啊、獲取一啲社區資訊啊、中高齡求職嘅資訊啊，同埋呢個健體資訊等等嘅，為長者咧係提供便利同支援啦。等佢哋嘅日常生活咧係更加輕鬆。大家都知道咧，年滿65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咧都可以申請呢個長者卡，享用咧長者卡嘅計劃優惠。而家咧長者卡咧已經係電子化㗎啦，長者卡嘅新申請人同埋現有嘅持卡人咧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嘅個人助理版面啦，加入智方便版本嘅電子長者卡。以後咧長者咧只係需要拎住嗰部手機，就唔怕咧唔記得帶咧佢嘅實體卡，亦都咧等佢哋唔使咧係臨到去一個場地嗰度咧係享用唔到有關嘅優惠，亦都唔需要咧去抄嗰張咧實體卡啦。為咗俾咧更多嘅長者咧去知道長者卡嘅好處啦，我哋智方便嘅團隊同埋社會福利署咧係進行咗一些聯合嘅推廣嘅，包括係攜手製作宣傳海報同埋短片，透過唔同嘅渠道，包括係社會福利署嘅網站啦、數字辦嘅有知識樂齡 IT 易學站、智方便嘅主題網站、長者卡嘅辦事處、智方便嘅流動登記隊，仲有咧就係通過有知識計劃嘅各項長者共用計劃同埋活動等等咧，就向長者咧係推廣電子長者卡。電子長者卡，除咗電子長者卡之外咧，我哋亦都透過唔同嘅計劃向長者推廣智方便嘅其他功能。其中透過數字辦有知識長者數碼共用計劃嘅推行機構，喺各區設立咧社區支援點，為60歲或以上嘅長者咧係提供呢個數碼培訓同埋技術支援嘅。內容咧係涵蓋咗智能手機嘅操作啦、數字政府服務嘅應用啦，亦都係包括咗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藉此咧係鼓勵更多嘅長者咧係認識同埋使用智方便。智方便嘅團隊聯同有知識嘅計劃嘅推行機構咧，係積極咁樣參加咧係各項嘅活動，當中係包括有知識同埋香港警務處嘅奇樂警訊攜手舉辦嘅奇樂科技隊長訓練日2025啦，有知識舉辦嘅培訓日，同埋專為長者設計嘅網絡安全講座，仲有其他嘅長者活動，例如係樂齡電競及體驗日等等啦，向長者係推廣智方便。隨着咧唔同嘅推廣活動咧，我哋亦都見到咧，越嚟越多長者咧係對智方便咧有更深嘅了解㗎啦。咁並且咧係開始善用呢個平台，享受咧互中帶來嘅方便啦。今日咧，我亦都想藉呢個機會咧，係鼓勵各位社福界嘅朋友係將智方便推介俾更多嘅老友記，等佢哋了解智方便專為長者而設嘅優化功能，
打破佢哋咧對科技嘅抗拒，一齊咧係推動樂齡科技，等長者佢哋咧都能夠認識到、享受到數字化帶來嘅便利同埋樂趣。喺數字時代咧，咁其實越嚟越多嘅社福機構啦，都有提供一啲嘅網上服務啦。不過咧，用戶往往咧係需要喺唔同嘅平台註冊用佢嘅帳戶啦，登入使用啦。過程咧亦都有機會令到用戶咧係感到困惑嘅。喺另外一方面啦，服務嘅提供者亦都係需要咧處理資訊保安嘅問題，例如係防止不法分子冒充他人嘅身份啦，去騙取一啲福利咁樣。因此咧，我哋係有需要咧喺網上服務入邊咧係加入身份核實嘅流程。相關嘅流程咧，對用戶嘅體驗嚟講，又或者係對機構嘅行政成本嚟講咧，都或多或少咧會帶嚟一啲影響嘅。智方便咧提供嘅功能咧，就正正可以咧幫助機構咧係解決上述嘅挑戰。首先咧，智方便嘅用戶咧係以身份證嚟登記嘅，係並係獲得咧呢個官方嘅認證，係安全可靠嘅。透過智方便去註冊或者去綁定機構嘅網上服務嘅帳戶嘅話咧，用戶咧就可以咧透過智方便一鍵登入有關嘅機構嘅網上服務，令到機構咧可以支援無密碼嘅輸入、無密碼嘅登入，提升咧用戶咧體驗同埋保障咧資訊安全。第二咧就係智方便咧有個填表通嘅功能，用戶可以咧授權提交個人資料俾網上服務啦，用喺咧填表或者一啲開戶嘅用途入邊。因為智方便嘅個人資料其實已經係經過核實㗎啦，咁樣咧就相對嚟講咧就可以簡化咧機構嘅行政工作啦。咁第三咧，用戶咧就可以透過智方便加為文件進行一個數碼簽署，而呢個簽署咧亦都係具有法律嘅效力嘅。咁因此咧，其實智方便唔單止係令到用戶咧可以生活更加便利，亦都咧可以為機構咧帶嚟咧呢個高效安全嘅一個數字嘅解決方案。善用智方便可以為大家嘅機構咧同埋用戶咧係創造咧更多嘅價值。今日高峰會嘅主辦機構啦，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咧，而家係開發緊一個叫 E 任務嘅樂齡科技租賃平台。咁你亦都將來咧係會接入呢個智方便嘅。咁呢個 E 任務嘅平台咧，專為呢個長者同埋照顧者咧，係提供樂齡科技嘅器材嘅租賃服務。用戶咧可以根據佢哋嘅需求咧，去租一啲合適嘅器材。平台咧仲提供咗評估嘅工具同埋服務啦，係幫助用戶根據唔同疾病啊、身體狀況啦，係確定佢哋嘅需求等等啦，係提供咧就器材嘅消毒嘅清潔、教育、體驗服務等等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會以呢個 E 任務作為一個例子，介紹咧智方便點樣去提升用戶嘅體驗。咁首先啦，E 任務咧喺日後完成呢個智方便嘅對接之後咧，我哋就會將呢個服務咧加入去我剛剛提到嘅呢個長者資訊嘅專頁啦，咁令到長者可以咧方便知道有呢一個相關嘅新服務啦，咁幫助長者同埋照顧者咧，能夠快速定位相關嘅功能，同埋咧使用智方便咧去一鍵登入嘅。咁其次就智方便咧作為一個可以信賴嘅身份認證來源咧，透過智方便登入服務咧，亦都有效咧咁樣去降低 E 任務平台嘅用戶身份核實嘅成本嘅。最後咧，智方便因為佢已經有超過370萬名嘅登記用戶啦，咁能夠為 E 任務呢個平台咧係接觸到更多嘅受眾，為長者啦同埋 E 任務咧係大樂雙贏。咁好多時候咧，長者就會對開新嘅帳戶、設立密碼、登記個人資料啦，都可能會覺得比較麻煩啊、抗拒咁樣啦。其實咧，接入智方便咧，都能夠有效幫助到長者嘅。簡單嚟講咧，就4步咧就可以咧做到快速開戶噶啦。咁咧第一步咧，就首先咧就用戶可以喺智方便嘅服務頁面咧揀呢個 E 任務，智方便咧就會用一個內置嘅瀏覽器咧。一鍵咁打開咧，呢個 E 任務嘅網站。咁第二步咧，就當 E 任務咧發現呢個係一個新用戶嘅話咧，就可以問用戶啊，你係咪會用呢一個智方便去授權提交你嘅個人資料嚟開戶啊？咁樣
咁第三步咧，用戶咧就會喺智方便嗰度咧就進行一個授權啦。最後第四步咧，授權之後翻去原本嘅版面嗰度咧，咁就已經其實係完成咗整個咧開戶嘅流程㗎啦。咁用戶咧就可以開始喺依任務嘅平台入邊咧係租借呢個器材㗎。咁仲有另一個例子嘅，除咗社聯之外咧，聖雅各福群會嘅 Charity Today 守望相助應用程式同埋網頁啦，亦都喺今年嘅8月咧係支援咗智方便登入同埋申請呢個津貼計劃嘅。守望相助係一個一站式嘅援助津貼計劃嘅搜集同埋申請平台啦。通過平台咧，可以讓咧呢個服務嘅使用者咧能夠便捷咁樣咧獲取咧援助津貼計劃嘅信息。依家咧聖雅各福群會 Charity Today 嘅團隊咧係選擇咗用智方便咧係作為一個整合。咁咧就首先咧就係一個一鍵登入啦，呢個功能啦。第二咧就係利用呢個填表通呢個功能咧，係簡化呢個開戶嘅流程。咁第三咧，透過填表通嘅入邊嘅資料，包括佢嘅帳單地址啦，咁咧係同時節省咗咧佢嘅身份同埋地址認證嘅流程嘅成本嘅，係簡化咗呢個咧核實援助咧呢個津貼申請嘅行政工作。好啦，咁如果聽完之後咧，就希望對接智方便咧，咁應該點做咧？咁樣，咁為咗方便唔同嘅工程機構去採用智方便，數字辦咧同埋數碼港已經係推出咗一個叫做智方便沙盒計劃，咁咧係為開發者同埋機構咧係提供一個咧係測試環境咧，係方便大家咧同智方便平台去整合嘅，咁啊進行一啲技術嘅開發啊、測試啊咁樣啦。咁無論係智方便嘅沙盒嘅計劃，或者係用智方便嘅應用程式界面咧，而家咧都係免費嘅。而家其實咧，亦都各行各業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機構已經係成功咧，係將佢哋嘅應用程式咧同智方便嘅平台整合啦。大家咧可以喺咧我哋呢個沙盒計劃嘅網頁入邊咧，去了解下、參考下其他嘅機構嘅一啲成功嘅案例咁樣。而咧呢個測試環境咧係可以俾大家進行一啲咧概念嘅認證啦，而佢係一個咧安全受控嘅環境嚟嘅。喺上邊咧大家可以咧安心咁進行咧開發同埋測試，設計咧最適合用戶嘅網上服務流程。咁加入咗智方便沙盒計劃啦，大家咧仲可以獲取咧有關嘅最新嘅技術嘅支援啊、信息啊、文檔等等。咁如果大家咧係有興趣參加智方便沙盒計劃咧，咁而家就可以掃描熒光幕上邊呢個二維碼，立即就申請加入啦。智方便沙盒計劃咧係免費嘅，有興趣咧報名同埋查詢嘅朋友咧，都歡迎咧用電郵或者熱線嘅形式咧係同我哋去聯絡。咁最後啦，我衷心感謝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俾我有呢個機會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咧政府喺用智方便便利長者同埋有需要人士使用數字服務嘅一啲最新嘅發展啦，同埋咧智方便點樣去幫助社福機構去面對咧數字化嘅一啲挑戰。我哋嘅目標咧唔單止係推動數字化嘅服務，更加係希望咧推動人性化服務。確保咧科技會成為人與人之間嘅橋梁，唔係一個障礙。我鼓勵大家咧一齊善用智方便，攜手推動數字轉型，同心協力為市民咧提供一站式嘅社福服務，為咧未來創造更多嘅可能。多謝大家。多謝 Brian 分享。由於工作需要關係咧，以下問答環節會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數字政策辦公室數據應用總系統經理陳宇光先生 Roger 代表嘅回應線上參加者嘅提問，有請 Roger。Hello Roger。係你好。你好，我哋睇一睇網上參加者嘅提問啊。第一條問題。作為服務提供者，請問係咪任何社會服務項目嘅網上服務都可以採用 IamSmart 並且加入到服務列表？係咪需要任何嘅申請或者認證嘅呢？係
其實我哋智方便咧就好歡迎咧，即係各個公私營嘅團體咧嚟積極考慮咧，將佢哋嗰個網上服務啦，俾香港市民嘅網上服務啦，就即係接入嚟智方便嘅，咁令到咧香港市民咧可以好簡單輕鬆咁用得到個服務啦，做到便民利企呢一個目標啦。咁其實咧，我哋頭先阿班有提過啦，智方便咧就已經係同呢個數碼港啦，就推出咗呢個沙盒計劃。沙盒計劃就係乜嘢咧？就係話有一個測試嘅環境啦，就可以俾大家想用智方便嘅時候咧，先喺嗰個環境裏面做一啲測試嘅驗證下，係咪冇問題嘅。咁你驗證完之後啦，都覺得又好用喎，又啱用喎，又達到原本嘅目標嘅話咧，咁咧佢就可以去到下一步咧，就係將嗰個已經完成咗嘅產品咧，就搬去我哋嘅生產環境裏面咧，就直接可以俾到即係廣大嘅市民去應用咁樣啦。咁其實呢個過程咧，其實就唔複雜嘅，亦都好簡單，因為咧喺個三計劃裏面咧，其實我哋會有好多嘢提供俾大家嘅。第一咧就係一啲技術嘅支援啦，因為我哋其實喺做嗰個即係開發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有啲即係programming 要做嘅，咁嗰啲對接嘅方式點做咧？其實我哋有啲技術嘅支援，同埋有一啲即係相關嘅文件咧交俾佢哋嘅嚇，咁佢哋可以去睇啦，咁跟住就可以去試啦，如果試完都冇問題嘅咧，咁我就成個程序就完㗎啦。咁但係點樣去即係開始呢一步咧？咁最簡單咧就係去我哋嗰個沙盒計劃啦，即係數碼港嘅沙盒計劃裏面咧做個登記。咁咧我哋就會根據一啲流程啦，就會睇一睇翻嗰個服務機構嗰個服務啦，係咪符合到我哋嗰個服務條件啦，同埋會唔會係嗰啲譬如嗰啲保安嘅要求啊，呢個私隱嘅要求裏面咧都係冇問題嘅。咁成個過程就咁簡單咧就可以完成咗㗎啦。多謝 Roger。咁頭先講咗即係大概點樣可以運用到啦。咁我哋亦都有參加者咧想問到啊，其實如果想連接 IamSmart 咧，喺技術上面有冇啲乜嘢具體嘅要求嘅咧？係嗱，其實咧自我哋智方便2020年推出到而家咧，經過呢幾年咧，由開頭即係服務咧係幾十個啦。咁頭先一班人都提到咧，就到呢一刻咧，其實已經超過1300個啦。咁其實咧中間即係成功嘅案例就多的是嘅。咁其中都有好多，譬如頭先阿班人有提到嘅，譬如社福界啦，喺8月裏面嗰個即係嗰個Charity Today 啦，嗰個守望相助呢個服務啦，已經係成功對接咗喺智方便啦。咁嚟緊社聯亦都有一個即係任務啦，亦都同我哋好積極咁喺度做緊㗎啦。咁我估如果一切順利咧，可能好快嘅將來咧都已經可以推出到俾大家用嘅。咁中間咧嗰啲技術嘅過程其實唔複雜嘅，其實咧大家睇到咧有1300個咧嘅服務已經推出咗出嚟啦。即係話咧，其實嗰個技術咧好成熟嘅，同埋好穩定㗎啦。咁要去做都唔困難嘅。咁但係咧，如果有啲機構佢哋又擔心喎，就係話雖然你技術冇問題啫，但係我真係冇一啲 IT 嘅同事喎，我冇呢啲咁嘅團隊喎，我都唔識喎，咁點咧咁？咁喺我哋嗰個沙盒計劃裏面咧，其實有一個列表嘅，就係一啲IT 嘅服務供應商啦。咁嗰啲嗱都有好多經驗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哋唔係話即係一定話嗰啲係冇問題嘅咁只不過咧提供一個列表俾大家去參考去考慮，同佢哋傾一傾啦咁。咁嗰啲公司有咩咁可以幫到大家咧？就係第一咧。佢哋可以服務涵蓋到咧喺嗰個系統嘅開發上面啦、測試啦，到後期咧，如果你要真係去生產環境上線嘅話咧，其實都會經過一個即係安全風險嘅審視嘅批核嘅。亦都要經一個私隱嘅安全嘅審視同批核嘅。咁佢哋咧都有啲服務同埋經驗咧，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嘅。咁就算大家對於 IT 可能都唔係好熟嘅，都唔緊要嘅。經過呢三計劃裏面咧，大家就可以攞到佢哋需要用到嘅資料，可以簡單方便咁咧，就係經過三計劃咧去對接到智方便咯。好好啊，咁啊，即係機構或者想用嘅朋友咧，都唔係孤單去自己做嘅，有好多幫手嘅。又有我哋問題係來自我哋觀眾啦。咁其實連接 IamSmart 係咪需要收費嘅咧？
係嗱，其實頭先阿班人都提過嘅，咁而家第一咧，我哋個沙盒計劃啦，即係俾私營機構去做嗰個測試啦，即係 POC 呢個過程啦，我哋提供嗰啲技術支援咧係完全唔收費嘅，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直接地上線都係唔使收費嘅，到真係上咗生產環境，咁啊需唔需要收費咧？咁到而家為止咧，即係我哋2020年推出到而家咧。都係唔使收費嘅，因為我哋咧就特別同呢個呢個政府 FSTB 啦，即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咧，係特別攞咗啲申請嘅，咁批准咗我哋咧係唔需要喺收錢嘅，咁而家咧直至到2026年之前咧，年底前咧都係唔使收錢嘅，咁之後會點咧？咁我哋一定會繼續去申請呢個特別嘅批核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可以話由你開始構思到去測試到上線到上完線之後提供服務咧，喺呢個過程裏面咧，而家都係完全唔使收錢嘅。咁之後係點咧？咁就我哋不時會檢討啦。咁到時有適時嘅公佈啦。咁但係我都即係建議大家啦，早用早享受，因為而家真係唔使錢嘅。咁大家可以不妨去沙盒計劃試一試先，啱你先繼續上線啊嘛。咁係冇乜蝕底嘅。嗯，多謝 Roger。睇嚟咧，我哋即係我收到另一條問題咧，可能已經好聽完 Roger 之後咧，就我講完就好吸引啦。咁佢已經就想問下，想請問咧，如果有意營運網上服務嘅社會服務單位喺設計呢個嘅階段嘅時候咧，其實有冇啲咩建議咁方便未來去連接去揾你哋去合作嘅時候咧，係可以方便啲咧？係，頭先都提過啦，其實我哋沙盒計劃裏面咧就有啲 help desk 嘅服務啦，有我哋嗰啲 API，即係話我哋做嗰個開發嗰陣時嗰個programming 上面嘅一啲對接嘅一啲要求啦，咁就有啲我哋都有同時有技術支援住呢啲咩機構嘅，咁就想接嚟呢方面嘅話。咁除此之外咧，咁其實因為最終完成晒成個測試之後咧，都需要咧係經過一個保安風險評估嘅，亦都需要經過一個私隱安全嘅風險評估嘅。咁呢啲咧係我都唔係我哋做，因為我哋都揾獨立第三者咧去審核嘅。咁喺呢方面咧，可能如果有意係想去對接呢方面嘅時候咧，就可能要諗一諗喺個設計上面咧。係咪個安全風險嗰啲都已經喺即係有相關嘅嘅設計，即係預咗呢一定嘅情況咧，咁就咁啊變咗佢到時真係上生產環境嗰時候咧，就容易過到 auditor 啦咁。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我都諗到咧，就係譬如因為啲服務都會提供一啲可能係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啦，咁有一啲無障礙嘅要求咧，可能喺設計嗰陣時候咧，可能要諗清楚嘅，或者已經喺設計嘅階段咧已經加咗落去嘅。如果唔係到後期開發完咧要去改咧，除咗要花時間之外咧，個測試要重複再做嘅，咁呢個就可能會即係浪費咗一啲咁嘅時間咯。咁我諗到呢幾點咧，可能喺未開發之前咧，嗰個團體可以考一考慮呢幾方面嘅將來嘅需求咯。多謝 Roger，呢一個都係好好嘅提醒，即係我諗對於好多服務單位去做嘅準備功夫，其實呢啲可以早啲開始準備啦。我哋咧今日嘅觀眾咧應該有好多唔同背景嘅朋友，咁我哋有條問題咧，好想知道頭先可能都講咗好多唔同服務啊。小朋友咧已經登記咗智方便啦，18歲之後需唔需要再申請一次㗎？係嗱，頭先阿班有提過啦，咁智方便咧就歡迎11歲或以上嘅人士去登記嘅。咁但係如果係11至17歲咧，同佢一齊去申請嘅咁。好啦，咁啊到咗18歲之後啦，咁究竟佢需唔需要再次登記個智方便咧？咁啊答案好簡單嘅，就係唔需要嘅，係唔需要再申請過嘅。但係咧，由於佢哋嗰個轉咗成年啦，咁譬如嗰啲數碼證書咧係有啲需要改變嘅。咁當佢到18歲之後咧，咁佢再次去 log in 智方便嗰時候咧，咁你系統咧就有啲提示咧，係要求佢確認一啲嘢，佢令到我哋譬如去更換佢嗰張數碼證書咁樣嘅。咁個過程都好簡單，唔係複雜嘅。咁但係咧，一定係唔需要重新再登記嗰個戶口嘅。
好多謝 Roger 呢一個提醒啊，咁啊大個仔大個女嘅時候咧就重新認證過就 OK 啦，唔需要再申請過。咁啊有一啲朋友咧都想知道有冇啲現時有冇一啲係公司型機構採用智方便功能嘅例子咧？係，其實咧，自我哋推出咗智方便喺2020推出咗之後咧，其實有大量嘅唔同行業嘅機構咧，都已經係即係同智方便咧係即係供應啲服務俾香港市民嘅。咁我記得咧就頭先有班人喺個列表啊圖，不過咧啲字好細啦。我大概記得咧就應該有譬如呢個即係電信界啦，因為電話實名登記係需要所有都經過實名登記㗎嘛。咁智方便咧應該所有電信行業嗰啲咧都登記咗，經過智方便係提供服務嘅。咁另外就有啲證券嘅公司啦，保險嘅公司啦，譬如南實智啊、寶城保險啊、香港人壽保險啊。咁啊，另外銀行界啦、匯豐啦、中銀啦、大新啦、上海商業銀行啦、或者電子錢包啊、八達通啊、拍住賞啊、醫療健康嘅服務界別啦，有呢個卓健醫療啊、養和醫院啊、廣怡醫院啊、Grand Eagles 啊，都已經上咗嘅。咁另外我哋啱啱舊年咧就出咗一個智方便個人碼。咁咧就係提供俾一啲物業管理公司嘅。咁而家物業管理公司好多都採用緊嘅。咁我記得就有以上都有好多個界別咧，其實已經係用緊智方便㗎啦。好多謝 Roger，咁啊頭先講咗好多即係智方便而家有 provide 緊，即係提供緊嘅一啲服務啦，或者係已經開發咗嘅。咁相信未來就只會更加方便嘅啫。咁我哋咧就好多謝 Roger 嘅時間，咁我哋好希望遲啲再見 Roger 啦，多謝。